我在非常高兴的问你们好就是我们有一期有听听的第九课的教训的话题录我都没有看到那个好像没看到那个话题话题是在哪？就是说亚伯拉罕的上帝这个不是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把犹太的十条诫和摩西的律法又拆毁掉了。那这个话都是在一起于是我们先要一起祷告。因为教训的话题是对我们有好处尤其是对那些遵守十条诫，因为都能看得清楚来，你谁有遵守这个十条诫都在主你之下，因为他们所拜的那个那个上帝是假的，就是把那个假的东西要教训他们，这个就来证明他们所拜的就是假的。我希望你们都能想开了。我们就是到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有一起听这个教训，今天就第九课的教训的话题就是说亚伯拉罕的上帝就是说把犹太的十条诫和摩西的律法又被废掉了他们的罗马的天主教就是叫他摩西。那为什么这位上帝就是要凭什么？是什么原因的把这个十条诫废掉？他要废掉就这个十条诫。那我们先说说那个这个证明的，因为真的要把这个十条诫摩西的律法废掉，就是他的父亲的。不是他儿子，就是他父亲的，就是先把他废掉，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他名字叫亚娃，他先把他又拆毁掉了。那今天伊拉就向你们要接着爱，要把这一切要给你们要解释，就是他先把他拆毁掉了，就是说要不可再重说这个是掉罪了，因为大家都已经把它要废掉了，所以没必要再把它重说。我们先把这个话就是为了要借着这个话就是要表示他都把这个要废掉。那我们先念下到以赛亚书第66章第3节。伊俩希望你们都能跟着伊俩，我们一块到亚乌刷那里，我们通过要经过天空，我们就坐顶上天的宇宙飞船了。那我就直接要说这个顶上天的宇宙飞船，因为时间快到了顶上天的宇宙飞船的这个名字就是伊俩所起这个名字，这个是按照人类的称呼因为这个不是我们那里的真名字，因为这是人所赐给这个名字，那我们就把它以 SC 就是天上天的宇宙飞船的，这个就是要上帝的儿女都要做这个天上天的宇宙飞船了，到天上天那里去以赛亚书第66章第3节。然后就是在第几节后来就是接着就第4节，假冒为上的宰女好像杀人的，因为以前都是有在宰女因为天父也发说，如果你有造牛的，就宰牛就好像杀人的，这个表示不要再遵守十条诫和摩西的律法，先养羔好像打着羔相。那因为在上经就说那个权利都是场外，这个就来表示在当代以色列的以色列就不再需要这个奉献的接下来就是在献公物，好像是献猪血，谁要献公物因为当时就是在有献的是上羊的，就是好像
打着高香，先公务就好像先主血。这个就来说明路都被堵住了，因为这个主对以色列的来说是一个机会的东西啊。为了这个，那些众双色的他们都是要把持这个主啊，因为啊，就是他们说，如果按照根据这个以赛亚书，应该是第6，如果没有错的话，就是第66章，就是说啊。因为就在那个园子里要吃要喝猪血啊，我没记得清楚啊，应该录吧，就是以赛亚书第66章第17节，他们通过要借着这个极端就是来威胁人的，所以的人听着都是非常恐怖的，因为你们就别把一俩都已经来到这里啊。因为天父耶和华说，如果你要公务的，就是好像像猪血烧炉下，好像称颂的偶像，你就是好像要拜偶像，这是天父耶和华说的。这个就来表示天父耶和华把这个奉献的要废掉了。那这个奉献的是什么？因为你可能说是这个话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在这个奉献的就是一个，就是这个是在利未记的1章条，这个就是我们要通过这个就知道天父耶和华把这个奉献的也废掉，所以谁要遵守这个是条件都是要变成了犯罪，因为被奉献了被卡住了。因为要先羊羔，就是好像打折的高香，先公物好像先猪血，烧乳香的好像成熟的偶像，因为造牛好像杀人的，这个是太糟糕了。因为如果您要有决定的跟着这个上帝，我常常要提到那个路法名字，因为他在比我安静了，但是他不在视频上面的，那我就是算了，我说我对你们在家里的医疗就对你来说，这个情况是很危险，对你很危险，因为这个。奉献的就是为人的赎罪，就是说没有这个奉献的，就是不奉献的，就是没有赎罪。所以，如果你有决定跟着这位上帝啊，那最重要的就是寻找为你赎罪啊，不是你要坚持要不吃猪肉，或者是要种双色呀，就为你赎罪都没有啊，这样的道理简直是个胡说八道的道理。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不吃猪肉，或者是要双色呀。你可能说你的话是太重了，我都对您都已经慢慢的来说。那我们就是来一起要说关于这个话。因为假如说你在怒视这个法院有问题，我们就打个比方说，就是你在怒视，我说的就在马达加斯加的法院等等，各个国家都有各个法院。在这个怒视这个法院有个法官。因为你要坐牢，要入监狱啊，却你都要想个办法，要讨好那个法官的，要跟他要商量啊。其实你又不跟他有直接要说，如果你要求，因为不叫你要入监狱啊。这个你要商量就是关于那个法院的事情的，不是你要去一个跟没有关系。假如说你有很大的问题啊，因为你有问题的时候就是你应该去司法部那边有商量，就是要求禁止放我，就你要去一个地狱部那里去啊，这个跟地主教有关系嘛，你要去一个地狱
部那里来商量的，就是你说要救我，那个体育部长跟这个没关系啊。那情况是如此，为了您数据就在立位这第16章，你应该有寻找这样的办法，均有需要中说那些不知足了，要说死了，你来用借着这些极端的来威胁这个都让我惊讶的，因为你们是真的威胁太强了，叫人的要害怕，只要证据他们的时候到了，你们都被一俩的话是别吓到了。我要把这个比方要很清楚给你们又应该跟那个法官呢好商量，也不要跟那个地足球的部门的有商量，因为那个就是那个地足球那边就是要叫你看足球，他能够做，但是要叫你去那个法官那里要揪出来，他没有这个能力啊，他没有这个本事啊。这个是在地球的法律呢，我们就来说那个颠覆业法业务说，就是颠覆业法的当时他来帮补，所以大儿子也知道这个，在利未记在利未记第16章，就是为1年1次为他们收据啊。这个1年1次为他们收据，就是要做那个放线的时候，就按照那个法律带公牛上面羊的，然后把这个公牛这个面上这个山羊要把他们杀了，他们当杀了之后就把他们的血要捋下来了，那这个血一捋下来的时候就对他们的以色列的有赎罪，所以这个放线的法律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就叫他们跟亚伯拉罕的上帝成了和睦啊，不是那个不知足或者是双死类的叫上帝要和睦啊。如果想要像这位上帝和睦啊，就是要做这个方向了。最恐怖的事情就是他们那些宗教里学的，就是把那个假上帝就是那个耶稣要放进去啊，这个胆大的厌恶的偶像太危险了，实在危险了。这个又是违反法律，又是厌恶的东西，这个像颠覆业法要直接要挑战。我们就是要看一下这个是怎么是，这个是太危险了啊！这个奉献的就是有一条法律，就是根据这本书，这个是在哪？这个奉献的法律是在哪？在利未记第16章，我们从第几开始，我们先念到第3节，就是要带着公牛、绵羊、山羊的亚伦经生所的，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啊，就是这个就在这儿。要带一只公牛，这个是我们刚才念的，就在以赛亚第66章第3节，在第5节，这个还有山羊的，要从以色列的会众的取2只公山羊的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因为这个都有山羊、有公牛、有绵羊为赎罪祭，这个在上面对我们都能写得很清楚，你们都看到一俩的话是很清楚啊，因为一俩所做的，我一俩为你都是所做的都是拯救啊。你们看到一俩的时候是真很有福气啊，因为以前的人都想看到，却他们没有看到，却等你们这个时代的时候，现代的时候才看到，却很可惜啊！你们的时间都快要结束了，你们才能看到，但是这个不要紧，因为你有看到就应该改心的。
就这个公牛要放在这个公牛、这个山羊、这个绵羊，这个就是为以色列的一年一次有赎罪，在第33章，我们直接来念第34节，那我们就来第33节来开始念吧。他要在这生所会和会幕与当行的赎罪之里，并要为众子嗣和会众的百姓赎罪。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力，就是因以色列的人你界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奉献的法律，因为上帝已经宣布说，上帝就不定那些犯罪以赛亚书的。因为亚法的膀臂并非所断的不能长久，耳朵并非发沉的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与你们的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是你们的眼目不定你们的。这个以赛亚书第59章第2到2节，这位上帝就不定犯罪的祷告。如果你想要上帝要定的祷告，就是你先要从那个罪孽之下要出来，那就是你为你有赎罪，就不是要接着那个不吃猪肉或者是说安息了。那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就是你要奉献的，为一年一次为赎罪，要除掉的罪。不为你赎罪不是那个不吃猪肉，或者是要送1/10，或者是说要说安息日。为你赎罪就是你要在那些公牛、绵羊、山羊的，这个都是为你赎罪，就是奉献这些你都要总说这个是叫做都被魔鬼迷惑了，你们都走错路了，你们被他们魔鬼如果你要考试的时候，你都是没有办法了。如果你要考试的时候，你是老师都非常要多说这是怎么回事你做的就是这样的。最重要的就是为你赎罪，因为这位上帝就不定犯罪祷告。假如说你都要总说是调节或者不吃猪肉，你不要没有从那个罪里面救出来的话，他就不定的祷告，你真的是走错地路。那现在所发生的就是，因为根据这个情况，就是按照那个利未记第16章，就是你要奉献的，要送那个奉献的，为你赎罪所以天父也法要督促这个奉献的，因为这是为什么？大家都已经警告过这以色列的儿女不听，他已经说过了，这以色列的儿女不听。后来他就把这个来往，这个要交往要截断了，不再跟他们来往。那先要通过这个先摘回掉这个是条件，就是有天父也法，因为接着他也不交接，他们要做这个奉献的。那从此以色列的与天父也法就隔绝了，其他的国家就做更不好，因为他们都是要拿这个耶稣要进入的这个利未记的第16章路这个是太恐怖了。这是什么？其他的国家你们做的是什么？你们宗教领袖的谁要教你们这样的？天父也法要把他要堵住了，去你们要交代进去你们要把这个利未记第16章替换了耶稣谁要教你们的？谁要出这个主意？
回答说：“是魔鬼要出这个主意啊！你们听那个魔鬼的道理啊，然后你们就要听他的，然后就是要说我们要一起祷告，就是要说阿们。原来你们的叫你们做的是太危险了，你们有不明白这个话吗？我希望你都能明白这一些话，因为天父耶和华是什么原因的，是什么理由要把它停下来，都是为了以色列的罪。我们先念下这个上帝的话，这个是在哪？我们先要念下在以赛亚书第2章第6节，我们要念下这个话。以赛亚书第2章，这个是在哪？以赛亚书第2章第6节到第8节。以赛亚书第6节到第8节。亚法，你离弃了你的百姓的雅各家是什么原因？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左光照的像非利士的人一样的宾与外邦人的击掌，以色列的就变了，他们的裹满了金银的这个就偶像，财宝有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这样的也无数，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的跪拜自己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这是以色列人儿女所做的不好的是太灾祸了。以色列的儿女就拜偶像，为了这个，以利米先知就一直要说：“你们要转过来吧。”所以他们一直不听，这个就叫天父耶和华愤怒，他们就说了惩罚。以色列的儿女就说了惩罚，这太危险了。我们在查考另外一个圣经，我们在看到这个上帝的话语就在以赛亚书第1章第4节。以赛亚书第1章第4节，我们从这个开始念了。到第15节，我们先看这2条的经文。第4节，犯罪的国民，当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了亚法，藐视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的往后退步。你们都看到了。第5节，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有受着责打吗？以色列的一直要退步，你们已经忙都逃脱了，全心发昏，总教长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精神上靠，轻重的于心的大声的喊，都没有属靠的，没有尝过的，也没有允告之人。你们天父耶和华怎么生气啊？你们的地都已经荒凉，你们的城邑被火焚毁，你们的天地在你们的眼前为外邦人的所侵吞，即被外邦人的侵覆，就是成为金重的新安的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茂物，被为昆虫一样。我们就掉到第15节，我们有一点懂，我们有这边有一条是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先念到第13节吧。第13节，这话就是说，你们不要再先虚浮到公物，先秉持我所掌握的约束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掌握的。作孽的，有所严肃的，我也不能容忍的。你们的约束和节气，我心里很饿，我都以为麻烦，我单便不耐烦。你们接受的祷告，
我闭着眼不看了，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天父耶和华就说不要再血，他在第6节要宣告你们要记住季节众怒的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的，要制作著作全以色列的都没有这样做。我们在有参考，他们就要继续拜偶像，就是在哪？根据在耶利米书第16章到第9。耶利米书第16章第9节，天父耶和华生气了。第九节，因为王军的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还活着的日子，在你们的眼前，我必是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的和幸福的声音等等。你讲这一切的话，只是这百姓，他们问你说，耶和华为什么说要将这大灾祸攻击我们有什么罪孽的？我们想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以色列的在这里都非常夸张，我们都没什么犯罪没什么罪孽。你耶和华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说，因为你们的列祖离弃了我，这是第11节，随从的别神，设防敬拜，不遵守的律法，而且你们的心恶比你们的列祖更深，因为个人的随从自己的顽梗恶心的形式，甚至不听从我，所以我必将你们的从这地赶出，只赶到你们和你们的列祖所不认识的地，你们在那里必昼夜设防别神，因为必不向你们的神恩的。因为就是叫他们要设防别的神，那为了这个天父耶和华就把这个防线了卡住了，那叫他们去别的神要为你们赎罪吧。因为天父耶和华就不像他们叫容忍的，因为我必不向你们的神恩的话，就是这个话就到这边就结束了，这个就走过了，因为这个话都讲好多。这个从第几开始第9节到第14节就是我们刚才念了，这个话就是为了成就这个话，就是以色列的儿女的昼夜有释放别神的惹上帝愤怒。那上帝愤怒，他就把这个奉献的公物要被切断了。天父耶和华就说，你们越隔绝就不好，不再交往。那天父耶和华把这个奉献的公物要被摘掉的时候，天父耶和华就说，这个不可以加，也不可以上见的。他说这个不可以再做。你这个不可以在奉献公物的时候，那你就不能种了，不能动了，因为这个奉献的公物不可以再动的，那是要在这个之下都是犯罪所以你先要就是那些运出的，就说中说这个是条件，就天父耶和华说，我这个不让你们再做，我厌恶了。那就是以赛亚现在死了，后来就说没有，再来说把这个话又解开了，天父耶和华把它堵住了，就堵住了，没有任何人能解开。从此以色列的儿女不可以再奉献公物那总结我们来画图，那我们不画图因为听的是收音机他就没不可能看见了。天父耶和华就把这个奉献的公物要停掉了。那谁要在这个十条之下，就是从以赛亚有发言的时候到我们现代的说，
你所有的要遵守是条件，在上帝的眼前都是犯罪啊！为了这个，你们的宗教律师，你们那个敬拜的。都是要求告耶稣，都要说是要犯罪，因为没有为你们赎罪呀，你们是要因为你们的遵守是条件啊，这个就说法属于说啊一个男就是一个奴一个男就是一个，因为大有上厕所的时候大有上厕所的时候要多那个玉米啊，然后大有对于这个茅房的时候拉屎的时候就那个玉米就被发现了，那这个情况是不好啊。那现在你们都要说是一个都是在犯罪，因为你们不能去那个持续的。如果有教你们不能去的持续天父也已经说这个不可以再做，所以你们不修车呀，还需要坚去遵守。你们就接着这个，你们就都要被灭亡了。因为你受罪呀，那你为什么再继续要遵守？这个就先证明了，先把这个是条件要废掉了，就是有天赋也法呀。我说就在定价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来确认的，这个是条件是被废掉了。他们的想法都是一致的，他的儿子在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来确认的，所以为了这个，我就劝告你们别出这个主意，说是那个就是那些是东门的来教人的遵守这个是条件，别像那个是东门要宣告本人的，要说是他们要教人的要遵守这个是条件，你只要颠覆要把这个奉献的公务要督促，就是教人我在做这个奉献的公务在上面这第四章第二节不可以加，也不可以加上见的，那这个就是你不能动了。不可有加，也不可以加上见的，所以那些有求告那个耶稣的，他的弧度就出现了，因为他们把这个耶稣来替换这个利未记第16章，所以律法记着说不可以上见的，也不可以有加点的，所以那些耶稣他都能干了，能勇敢了，要替换了这个利未记那你这个耶稣他到底是谁？我不是这侮辱你，我要教你想开了。我请你们都要听的是法国的电视的法国的新闻RCI，就是那个法国24个小时的新闻。我要请你们要关注那些新闻的，你们继续要听魔鬼的话，你们就知道你们的救活的路。我都向你们已经证明了，在申命记第4章第2，我们要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要加点的，也不可删减的，好将你们的遵守所说的吩咐，就是要把你们的神的命令，这个颠覆耶和华的命令，你不可以删减的，也不可以加点的，你不可以把它有删减的。就我们都能看到这个奉献的公务，天父耶和华把它又卡住了，因为它是不可以有删减的，不可以加点的，所以天父耶和华把它又卡住了。所以你不要在进去放了中说这个是条件就是魔鬼把柄了。那你都说我们都是那个，你们都自己说是都是个犯罪，都是在主义之下，因为你们都要说是个犯罪，因为这都是那个你们的遵守是条件的结果，一俩是非对我们好，因为他要把正好要告诉你们，你可能说你是好像要自夸的。
那我不记挂是我，那记挂谁呀？因为我记挂我的时候就是记挂呀。我说，因为我和呀，我说是为一体呀。我做的就是达到工作，为了证据你们这是真理的目标，就是为了证据你们到最后。那你盯着我的时候，就是发生什么事儿了？那很大的罪。就是宗教里需要，就是那些求告耶稣啊，他把这个要替换了利未记第16章。他说然后他们说我们所奉献的公物就是这个耶稣，他把这个要进去在这个利未记第16章。你们别撒谎了，因为你们做的就是这样的。你别再反对啊！就是说我们没有这样行的。那除了这个利未记第16章，你们把它放在哪？你们说就是那个上帝啊，他不是上帝的儿子。没有上帝要生了的，亚伯兰的上帝是没有生了的。亚伯兰的上帝他叫亚法，他生了就是亚乌说。他们就是把这个假上帝要来替换了这个利未记的第16章，这个就跟按照那个刚才我们念的那个以利米亚先知的话，他们就要释放别的神，要敬拜别的上帝啊。因为他们都把这个假上帝来替换了这个利未记第16章，你们做的简直是个恐怖的。你知道的，国家不仅是要释放那个假上帝啊，所以他们能够把这个假上帝要来替换了这个利未记第16章。那个罗马的天主教就是说很大的罪，新督教都是一个罪啊！你们做的是真的是太恐怖了。就我们都刚刚看到，就是一条法律来说是不可以假，也不可以要上谏的。就是你们都看到，就在这个要奉献的公物已经被卡住了，你们就是要把这个耶稣来替换了这个利未记第16章，你们就能够有像天父耶法有作对。那这个呢很逻辑，就是那当然了，就是那个合伙家有像你们有保障，你们就是像一个喝醉的人要叫警察，就是你们刚刚你们做了很大的危险的事情，却要叫。那你说这个跟那个叫警察的就是一个喝醉人的有叫警察没什么关系的，就是你们要说是一个要上交的，却你们做的都是非常不好，就是真的是要上帝要生气的，这个就是一个喝醉的人叫警察。所以你们不要再上教堂敬拜，因为这是那个宗教律师所做的，你们真的走错路了。因为这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把这个奉献的公物别卡住了，因为这个一卡住的话就是被拆毁掉了，有一条被废掉了，就是全部宗教都被废掉了，因为这个不可以有假，也不可以上谏的，我们刚刚念了，因为一条被废掉了，然后全部都要被拆毁掉了。那些其他的国家，他们做的就是把那个耶稣，就是这个耶稣是来迷惑人的，他就把他要来替换了这个利未记第16章，因为天父耶法说这个不可以假，也不可以上谏的，却其他的国家难过，也不知道这是谁的主意啊，来把这个利未记要把那个耶稣要进驻在这个利未记第16章，他们把这个宫女的那个山羊的那个绵羊来替换了耶稣的身体。
那就是那个飞弹来爆炸的时候，你们就要大大的要求，不要来攻击到你们的家，一定要实在要告诉你们。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情况是太危险了，因为这个是很大的愤怒啊。那对马达加斯加来说，他又说到那个惩罚是合理的，因为就是我们去那些国家都有上交，但是在科摩罗在多个都是有些人都在求告这个耶稣，但是很少。印度也是如此，但是在马达加斯加，他们自己是一个绝教，他们都说是能掌握这个上帝的话，却你们所带着都是虚空的，你们都有接着什么，用什么法子来反对这个话？你们用什么法子来反对？就是天父也要把这个放线的公务要拆掉的时候，那你们怎么能够说这个耶稣能做这样的事情？你们的所做的是让人的要搞笑，真的是要迷惑人的，要把人下地啊！你们真的不敬畏上帝了，你们真的是不敬畏上帝，但是你们的要当着瞧吧，就是你们的说唱法。以利亚都有要蒙着血的人要来到跟着以利亚吧，以利亚来到为了带着你们到天上天的，赶快做出决定吧！你们别把那些犯罪的，你们应当把的就是颠覆耶和华和耶和华，你们要当害怕的就是他们不是那些假上帝啊，那些假上帝都一直都迷惑你们。这样的情况是不能接受啊！你们看到这个经文，我们都一起看到啊，我不是随便说的，我们一起读圣经吧。那你的想法如何？就是你应该有想开，原来这个方向的公务是已经被卡住了。天父也已经把它搞住了，去其他的国家能够把那个假上帝放进去啊！这样的想法真的是让上帝要愤怒，真的是惹到愤怒啊！在这种的情况之下，我们都看到就是天父也要把这个十条诫和摩西的律法拆毁掉了，因为他先把这个奉献的公务要卡住了，这是他第一他先做。那从这个开始啊，就是能够知道是条诫和摩西的律法都被拆毁掉了，不可以再总说上帝是天父耶和华是非人的并不说谎的，他要说这个是他说这个是被拆掉了，那这个就是要被拆毁掉了。我们先念下这个民数记第23章第19节，神非人的必不知说谎，也非人子必不知祸坏。他说话的岂不照着执行呢？他发言的岂不有成就呢？这位天父也发他非人的，所以他不要随便改动了。他说有这个卡住了，就不可以再动，不像人一样的，你说有卡住了，然后就解开，卡住了就解开了。因为他一说是这个是别堵住了，这个就是永远别堵住了，永远不能解开。那是什么人的？就是来随便有改动这个话，如果你有想，这是他的敌人，就是亚伯拉罕的敌人的，就是说要把这个假上帝来替换这个奉献的公务啊，这就是他的敌人的。如果你要继续跟着他，那这个就随便，因为耶和华就是上帝，你们跟随以利亚，我们来到天父耶和华，这个话是很清楚了啊。天父耶和华一旦把这个奉献的公
公务要卡住了，谁要进去都是犯罪，你犯罪的，上帝就不定的祷告，那就是相反的魔鬼来定你的祷告。那谁要遵守这个是条件，那他们就做糊涂的事情，把这个耶稣来替换了这个利未记的第16章。那我们在这个说话的时候，就是我说话的时候，在天父也发是十分生气的，因为天父也发要把这个奉献的公物要拆毁掉了，那谁都不能进去。这您都看了那些假上帝他是怎么做，他就把这个要替换了这个利未记第16章，我们这个都明白呢。亚伯兰的上帝天父耶和华，他要把这个奉献的公物先停止了，因为这个就表示他拆毁掉了，因为不再需要了。因为借着这个情况，这个是了解这个摩西的律法不再遵守的，那为了这个他的儿子就来了。因为他的儿子的工作就是来确认那个他的父亲的话，因为他就钉在十字架上，为了建立了新的联盟。因为这个都已经不需要，所以必须要把它要拆毁掉，所以必要向上帝的儿子要宣告烹饪的，或者是用污蔑使徒们的说是使徒们是要教人的遵守这个是条件，因为这个都已经别搞住了，是哪个使徒们要把他要把这个是条件给人遵守的，连他儿子都不懂这个，因为只有他父亲要把他堵住了，他是非人不必说谎的，所以他永远把他要堵住了，所以那他儿子没有解开了，因为他儿子在钉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来确认的，因为这个是了解这个旧的联盟，就是天父耶和华已经把它又拆掉了，为了把那个新的联盟养成下来了，就是必须先把那个旧联盟要废掉了。因为只有天父耶和华把这个奉献的公不要再做，这个就表示是条件和摩西的律法被拆毁掉，因为奉献的公物是法律的基础，那这个奉献的公物要被拆毁掉，就是要表示利未记第16章全数都被拆毁掉，这个天父耶和华要把它要废掉，这个就来说明那全部的法律都被要废掉。那一个问题就是说，谁先把这个谁条件和摩西的律法要废掉，就是亚伯兰的上帝他的名字叫亚娃。那就是要说蒙召你来到耶和华，你耶和华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来叫全世界的人能看到，就是不要再遵守这个是条件，他要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把摩西的律法而是条件要被废掉了。这个就是这个话题，就是我们明天的话题吧。我希望就是他的儿子要在他的父亲的面前要做什么，我就是给你这个回答，就是他就是在先把他又拆毁掉了，就是他的父亲，然后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来确认的，说是这个是条件是被废掉了，这个是很大的拯救，谁来跟着这个真理，他就会得到拯救啊。那我再重复说一遍了，是谁先把这个是条件和摩西的律法要拆毁掉，就是他的父亲，就是他要叫亚耶娃，他要根据以赛亚书第66章第3章是条件是被拆毁掉，是亚伯兰的上帝，他名叫亚耶娃，他先把它拆毁掉了，话就是结束了，我们一起祷告了。亲爱的天父呀，非常感谢你了。
多亏你感谢你这个宣告因为这个话是从天上天来的。你把这个话转告们，为了叫他们能明白他们是走错了路他们真的被魔鬼骗了，收获到了，就是为了证据他们。以利亚是你差来的根据你的话就是你已经带关于我的事，先知已经说过了，这个证据到了，就是要借着以利亚。就是叫儿女的形状想到父亲的，叫父亲的形状想到儿女，就是我现在做的敬爱的天父呀吧，正证据他们能平安的转过来到你那里，那些灵魂的想得到证据请证据他们能平安的回到你那里，就是要听我的时候他们都能想开了，要听到这个真理他们都能想开了，敬爱的天父呀吧，荣耀就是要归给您的，感谢您呀无双，就是你所赐给我这个权柄的，我感谢您的，就是为了传扬这个福音，荣耀归给您的天父耶和华，荣耀归给您的呀无双。我奉耶和华的名字做了这一切的祷告，哈利路亚，阿门。我祝你们能得到耶和华的祝福，我们下一次再见。